来看这台盐公司前董事长陈启玉牵涉到供电弊案，11月初一记亚定无出现，台南地检署初时发布通缉。今早起10点的时阵呢，这陈启玉含律师家己去到台南地检署报到，检察官问话了后，已经向这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顶个月24号，检方声押落被请回，不过赛后刷失联互通缉的台盐公司前董事长陈启玉，2午10点外由律师陪同到台南地检署报到。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诚信被告涉犯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1项、第2、第3款特别背信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逃亡、灭证及串供之余。 依法当庭逮捕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陈启玉和指控技术就执行绿电的业务，甲公地业者共谋，3领违法的情项，致使台盐损失有11亿。南检顶个月22前往台铁总部等32个所在进行敲锁，并且约谈陈启玉、台盐事业公司前总经理苏坤宏等34个人到案。台南地方法院11月初一中开羁押庭的时，陈启玉煞下落不明。如今消息20多天了后现身，地方的民意代表反应无同款。 很多人的质疑，包括我的质疑啊，就是说陈其仪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就到最后就是他一肩扛了嘛，哈。但是呢，他还有另外的一些钱呢，去哪里了？这都必须是不是把钱也藏好了，都交代好了？那变成他是一个人来扛，怕说再查下去呢，衍生更多的事情出来。躲匿了25天之后才来投案，那其实我们民进党团还是予以谴责，但我们也希望陈启玉接下来可以勇于面对司法。 那当然，检方跟院方民进党团也呼吁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未来如果有必要需要羁押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该押就押，该办就办。南检证实11月初4发布通缉了后，检察官随发函予外交部注销陈启玉的护照，所以安尼陈启玉失联这段期间并无出国的记录。原来伊涉案的经济到倒位，是毋是还有其他人牵连，也拢是检方清查的重点，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